据安卡拉的扎赫拉阿勒托尼透露，在马来西亚就读大学的维吾尔族同学，在与家人失去联系后，为了寻找他们的下落，返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后失踪至今。之前他已更换头像，暗示过自己有危险，寻求帮助。没过多久就失去了联系，希望引起各方注意。从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逃离的哈萨克人，在哈萨克斯坦寻求避难。最近，这些避难人员来到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领事馆，要求中国政府支付合法应得的退休金。可就在这些分斋的老人长时间的等待和再三请求下，领事馆以安全问题为由，张贴了一张没有落款、没有盖章的拒绝接受请求的告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宣布美国将停止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演习，从而向朝鲜做出一个重大让步。两位领导人将此会议称之为迈向光明未来的第一步。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谈，最后联合发表声明。美国在声明中同意提供安全保证，以换取无核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日接受了警方的新一轮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国防部官员采购作弊案及牵扯其本人的利益交换案。以色列警方当天还就4000号案件再次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询问。也门地方卫生官员6月10日声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该国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5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澎湃新闻6月12日报道，格里夫团队利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绿岸射电望远镜和澳大利亚密集列阵望远镜，对银河系中14颗新生恒星进行了观察，其中3颗释放出清晰的异常微波辐射，也正是这3颗的红外光谱中出现了氢化金刚石的特征信号。所谓氢化金刚石是一类表面环绕含氢分子的金刚石结构。